新闻头去先先来关心总统大选剩27天，政治站下国民党加民众党的拿白合公布成，敢会出现候选人的弃保效应。民众党的国会针对弃保的议题，讲有7成的人无希望国民党选好掉。也那国民党的校友义讲，伊相信民众会做有智慧的选择。也那落尾民进党的赖清德，即阵是批评校友义，想要甲台湾甲中国绑条条。台湾的选择。唱歌中南部选票，民进党总统候选人郭文铁规划6场大型的造势，16头一场就直接到民进党赖清德本命区台南，要展现拍破国民党甲民进党的决心。最近起步恐惊真侪选战胜负决定关键议题出现，也不过郭文铁讲，台湾已经出现真正第3政治班底，起步无遐简单。台湾有大概65%民意希望政党轮替，可是我们都忘记一件事情，台湾大概有70%的不希望国民党上台，也因为这样才知道说台湾真的有出现第3板块、第3政治板块。那穿雨衫用车队来拜票，也亲身到市场甲选民互动。校友义回红箱包推出学台免利息的证件，抢青年的选票，得到弃保的议题。伊认为3人的证件应提出来比较，人民自有智慧来选择。反对党这期赖清德讲，若当选 GDP 达到3.5%，是要对倒来。如果没有一环，对台湾的经济伤害会多大？不然你赖清德又在吹牛，说你的 GDP 可以达到3.5%，你别对来。侯友宜的谈话当中，我们清楚可以看得出来，他还停留在过去，完全没有掌握新局了，还想要重启胡茂，将台湾的经济锁进中国。现场现场客户竞选歌曲《四海大平安》，赖清德到桃园中立造势，提出6项客家的证件，公共客家要强化学校甲公务机关的客语教学运用，客家青年要协助客家少年人就学就业创业等，也佮鼓励客家文创产业，也要互台湾成为世界客家中心等，抢攻客家的票源。记者郑宏报道。